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嘿，我们一起站起来敬拜爱我们的主耶稣，好吗？我们一起拍手来赞美他。1、2、3，拍手！嘿，呀，一起来。主，你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你是我山寨，我救恩的保障。我的心要单单投靠你，我主。你是我高台，你是我的坚固城。一起说，我要不住的感谢，因你无比的大爱，昨日今日到永远。我全心依靠你，虽然大地会震动，大山小山会挪移，但你心事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我们现在跟全部的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就是这么多人，我们说，我们一起来赞美主，跟每一个人说 ，Come on， 打开你的心来赞美他，他是配得我们赞美，配得我们称颂的，哈利路亚！他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诗歌，是我们患难中的盼望。一起来，主，你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你是我山寨，我救恩的保障。我的心要单单投靠你，我主。你是我高台，他是我们的，你是我的坚固城。一起说 ，Come on！ 我要不住的感谢，因你无比的大爱，昨日今日到永远。我全心依靠你，虽然大地会震动，大山小山会挪移，但你心事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我要不住的感谢 ，Come on！ 我要不住的感谢，因你无比的大爱，昨日今日到永远。我全心依靠你，虽然大地会震动，大山小山会挪移，但你心事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我们持续不断拍手来赞美他。主是我们的力量，我们一起来说。主，你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你是我山寨，我救恩的保障。是的，主，我的心要单单投靠你，我主。你是我高台，你是我的坚固城。准备，我要不住的感谢，因你无比的大爱，昨日今日到永远。我全心依靠你，虽然大地会震动，大山小山会挪移，但你心事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我要不住的感谢，一起说 ，Come on！ 我要不住的感谢，因你无比的大爱，昨日今日到永远。我全心依靠你，虽然大地会震动，大山小山会挪移，但你心事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我要不住的感谢，因你无比的大爱。是的，主耶稣这么爱我们每一个人。到永远。我们开口，开我们的心来赞美他，来敬拜他。大地会震动，大山小山会挪移，但你心事的慈爱
永远不会你信实的慈爱，你信实的慈爱，永远不会离你信实的慈爱，你信实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预备我们的心。黑夜笼罩，黑夜笼罩，似乎不见光，迎接绳索缠绕着我们。求你睁眼看，侧耳听祷告。是的，主，我们在这呼求，你百姓在这里祈求，你的信实。心事是我们盼望，我们的盼望来自爱我们的主。你的应许，黑暗中曙光。你闭着眼看，侧耳听祷告。这百姓是你所爱的。我们急难之中。急难之中，我们会转向你，你是主，承认你是主。求你转移不发你的烈怒，你是主，你是救我们的主。求你医治，求你怜悯，求你兴起，仇敌就退去。我们呼求阿爸天父，你的救恩必降临这地。黑夜笼罩，似乎不见光，接绳索缠绕着我们，求你睁眼看，侧耳听祷告。你百姓在这里祈求，主的信实是我们盼望，你的信实是我们盼望。你的应许，黑暗中曙光。你闭着眼看，侧耳听祷告。这百姓是你所爱的，我们是他所爱的子民。我们一起来说：急难之中，急难之中，我们会转向你，你是主，承认你是主。求你转移不发你的烈怒，你是主，你是救我们的主。求你医治，求你怜悯，求你兴起，仇敌就退去。我们呼求阿爸天父，你的救恩必降临这地。急难之中，急难之中，我们会转向你，你是主。我们一起开口承认他是我们的主。承认你是主。求你转移不发你的烈怒，你是主，你是救我们的主。急难之中，急难之中，我们会转向你，你是主。是的，主，我们在困难之中，我们都要求靠你的名，求主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求你转移不发你的烈怒，你是主，你是救我们的主。
求你医治，求你怜悯，求你兴起，仇敌就退去。我们呼求阿爸天父，你的救恩必降临这地。求你医治，求你医治，求你怜悯，求你兴起，求你兴起，仇敌就退去。我们呼求阿爸天父，你的救恩必降临这地。我们一起唱，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呼求他的名，求主设立他的宝座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他复兴我们每个，苏醒我们每个人的灵。是的，主，我们每个人都要高举双手来敬拜你的生命，复兴着你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主我们同行在你面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开口来唱这首歌。我们用祷告的心来唱这首歌。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不看这世上的恶，我们单单定睛在主的十架上。主，我们是流你的子民，求赐下复生的心。我们要回转向你复生。是的，主，我们要看，会要看见复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这里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着眼看着恶吹笛，奉主的名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行着的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我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我们来做个祷告。我们一起开口来同声来祷告。主啊，无论是我们在顺境逆境，在任何现在这个情况，我们遇到困难，或者是我们遇到需要帮助的，主啊，我们都开口来向你说，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现在一起开口来向主耶稣爱我们的主来祷告。无论我们现在遇到什么样的境况，好的，我们来向他感谢；但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求他来怜悯我们，求他来帮助我们，求我们每个人的心都能够回转向爱我们的主耶稣。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垂听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呼求，在我们每个人困乏无助的时刻，主啊，求你发出你的荣光，求你施展大能。主啊，不论我们遇到什么情况的时候，当我们痛苦的时候，我们难过的时候，我们会哭，我们在眼泪中等候。主啊，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软弱跟无助，你知道我们心中的忧伤跟重担。主
主啊，求你不要再向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掩面了，求你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回转，使你的脸发光，好叫我们能够从那个痛苦中得释放，从羞辱中得到荣耀，得到尊荣，从迷失中被你一个一个找回。主啊，我们深知道唯有你是我们的帮助和盼望，我们仰望你的同在，渴慕你的怜悯。主啊，愿你的救恩临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爱中站立，在你的爱中能够继续勇敢向前行。主耶稣，谢谢你那么爱我们每一个人，爱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在你的面前呼求，我们呼求你，呼求你，主，求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唱，我们呼求你，阿爸天父。哈利路亚！我们呼求，我们呼求你，宝座在这里。我呼求主的名，闭着眼看着耳垂听，风主的名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着你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我们再次深刻的来呼求，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里。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手放在我们的心上，我们来感受主耶稣他是何等的爱我们每一个人，他必不抛弃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是他所爱的子女。我们来敬拜他，来赞美他。我们说，我们欢迎你。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啊，此时此刻我们在这里敬拜你，我们同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的圣灵亲自降临，触摸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打开我们属灵的耳朵，使我们能够听见你的声音。主啊，愿你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的亮光，扶持我们一切的软弱，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成为我们的力量跟帮助。主啊，求你这个时候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安静在你里面，单单的仰望你，与你相遇。我们将我们每个人的心献上在你面前。孩子，当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来攻读，做信仰告白，用使徒信经来做信仰告白。一起来，我信上帝。请坐。那我们现在报告
第一点，本主日为母亲节感恩礼拜。那感谢那个第一堂的时候有社区据点的学员，然后还有主日学青少期用诗歌、影片。那我们一样就是麻烦音控的同工，我们一样来看一支少期有为我们准备一支向母亲献上感恩的影片。感谢主让爱在各个家庭之间流动，让我们也感谢青少期用心做这个影片。那现在也请那个各位母亲起立，我们本堂有特别准备一份礼物送给每位母亲。那我们麻烦同工，大家一起鼓掌。还有毅力姐领过，好，那我们再一次掌声给我们在场的各位母亲。好，那我们第二点，5月13号礼拜二，银发族要进行1日游，地点在虎头山公园附近等地。愿主保守出入平安。那学员还有志工有85名。
那2位牧师也会一同随行。第3点，5月25日礼拜天主日爱餐后中午12点，教育部会举办全教会的趣味竞赛。那要参加的会友，请到1楼柜台登记，那以便主办方这边准备所需要的，就是预备活动所需。那欢迎弟兄姐妹踊跃报名参加。第4点，长执会有决定上半年度的圣餐奉献，那将作为援助缅甸地震灾区重建之用。然后第5点，2025年3月份的财报已经在公布栏，请自行参阅。那下面肢体消息的部分，金秀姐在5月8号中午安息主怀，那享年80岁，定于5月17号礼拜六上午9点，在市立第2殡仪馆景仰楼进行告别礼拜。那有需要的也请到1楼登记。那下面奉献明细请自行看，有误的话请跟干事反映。在我们进行奉献。那我们一起低头来做奉献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献上感恩，特别在这个母亲节的主日，向你献上对母亲的感谢。主啊，你曾施恩拯救你的百姓，如今我们也向你呼求，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当我们在面对生活的压力、家庭的挑战，或是信仰上的挣扎时，愿你再次用你的慈爱吸引我们回到你面前。现在我们将你所赐恩典中，我们献上一部分，作为对你的感谢，求你悦纳。那我们也要用你所教导我们的主祷文一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救我们，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的经文记载在诗篇80篇1到7节。诗篇的80篇1到7节，我来读。领约瑟如领羊群的以色列牧者啊，求你侧耳而听，在基路伯之上坐宝座的啊，求你发出光来。在以法莲、便雅悯、马拿西面前，求你施展你的大能，拯救我们。上帝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就会得救。耶和华万军之上帝啊，你因你百姓的祷告发怒，要到几时呢？你以眼泪当食物给他们吃，量出满碗的眼泪给他们喝。你使邻邦因我们纷争，我们的仇敌彼此戏笑。万军之上帝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就会得救。圣经念到这边，今天讲到的题目是求耶和华的帮助。我们请一节牧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再一次召聚我们来到你的圣殿，透过你的话语，透过你亲自的爱，来安慰我们，也来怜悯我们，也赏赐恩典给我们。愿主你的恩典继续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前面未来的道路。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们。大家平安。我们都知道，如今是一个越来越进步的社会，但是大家也特别有感受到，这个社会真的是越来越复杂，尤其是在人性的这个部分，一些过去我们想不到的事，我们不敢做的事，我们正是也不会做的事，竟然荒腔走板，称为什么？正常的事，成为是一种日常。我们从小事来看好了，其实每次牧师要从这边走到捷运6号出口，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沿路上面污染一堆？除了空气的污染，我们那个6号出口上面那个新业，其实排气的那个废气很严重。牧师一直已经练了1年，说要去那个检举，一直没去检举，那个就是往下排。另外就是沿路上大家都在抽烟，大部分都在抽烟。那有的是原地抽烟，那抽了完之后乱丢；那有的是沿路一边走一边抽，一边走一边抽。你会觉得其实好像没有让你一个可以生存的地方。人失去了公德心，垃圾乱丢。我们觉得台北市干不干净？你们住在台北市？因为你们起床的时候已经扫干净了。牧师很早去运动。有够脏的，有够脏的，尤其是我们的垃圾桶，反正就是2个，里面满了，旁边就往上叠，然后叠的旁边有一叠，好像那个堆乐，然后一直叠，反正就很脏，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了。但是因为等你们要上班、起床上班的时候，那些清洁队都已经清干净了。大事呢，我们看大事，诈骗的事件几乎已经失控。我觉得失控，我觉得真的，我们真的是要自己。昨天牧师接到一通电话，我问你，这种电话里面会不会接07-7771，会接了几手？但是因为最近发生很多事情，牧师勉强接了一下。一节牧师吗？你是谁？还好不是诈骗集团，不是诈骗集团。一般看到这个我也不接，你看，现在因为人的贪婪造成人彼此人之间其实真的是非常的关系跟的都很不安。我们一直活在如今这个时代，其实是非常的辛苦。我们承受了很多的压力，如今这个社会其实已经生病了，但是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个才是恐怖的事情啊！也就是当人他没有病识感的时候。请问要怎么样对症下药？要怎么对症下药？我们今天的背景主题其实也是这样子，诗篇80篇的背景。我们先来读第1节到第2节，来第1节到第2节，来，请领约瑟如领羊群的以色列牧者啊，求你侧耳听，在基路伯之上坐宝座的啊，求你发出光来，在以法莲、便雅悯、马来西面前，求你施展你的大能，拯救我们。第一节、第2节，我们可以从以法莲、便雅悯，如果我们在读圣经知道，这些是他们后来以色列分成2个国家，一个北国、南国，这是在讲北国的事情。以色列其实他们就是在信仰上面，他们是没有病识感的信仰团体。我们以历史为见证，牧师大概讲一下以色列这个民族。以色列这个民族原来在埃及为奴隶，过着被压迫的生活。400年之后，上帝的怜悯差遣摩西带领上帝的百姓出埃及，要让他们过新的生命。上帝将流奶与蜜好的一个地方，就是迦南地，赐给他们。以色列这民族他没有做什么，上帝就白白的给他们这个恩典。你们今天可以听到牧师讲很多的恩典，
恩典，恩典什么叫恩典？恩典就是人没办法处理的时候。等一下，最后牧师会讲见证，人没办法处理的时候，就是求恩典。恩典就是什么？神迹出现啊，开始新的生命。就好像今天是1到7节，8到9节就讲到说，上帝他从埃及牵引一棵葡萄树，那个葡萄树就是以色列，来到迦南地，他把那边的人赶走，把他们栽种在那边，希望让他结什么好的果子。这是一个非常祝福的画面。但是以色列当他们在迦南地，当他们生活稳定之后，他们就受那边当地的异教文化引诱，他们开始不遵守上帝的诫命律法，反而去什么？去拜偶像，忘记上帝的恩典，他们就渐渐离开上帝。但是上帝是怜悯人的上帝，上帝不会因为他们这样子，其实上帝对我们也是这样子。在那分成北国的跟南国的时候，上帝不断的差派先知一位又一位去呼吁他们要回头，要回头啊！我们都知道我们开车的经验哈，导航有时候常常哈，我牧师其实看不太懂导航，真的，有时候不小心就下交流道，下交流道的时候要怎么样？要不要再回头？一定要再回头了。你如果不回头，一定就是错了。你本来要往北，你开错了，你就一直往南。你要不要回头？要回头啊！但是以色列百姓他们怎么样？他们把耳朵关起来，他们不想听先知的话。我们常常嘛，孩子吵架的时候会怎么样？妈妈骂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对不对？我不听，我不听。可晴看得好专心，我不听，我不听。可晴笑了哈啊！哦，他们不想听先知的话。圣经说，以色列的他们的景象，脖子啊硬起来，他们硬起来代表是什么？绝情啊！尤其在母亲节的时候，在座如果有伤妈妈的心的时候，要听周杰伦的歌哈，听妈妈的话，不要那么绝情哈。以色列的心，他们已经受黑暗的权势所控制。以色列他们转头，他们不认上帝，个人行眼中看为好的事，他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当我们好像在讲以色列历史的时候，回到我们现在的台湾，是不是这样子？每个人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爱抽烟就抽烟，有人敢讲吗？牧师是属辣，我也怕怎样讲哈，会不会被他打？我敢讲的是什么？比较老爷爷老太太。那天有一个老太太在那个南京西屈臣氏前面哈，把垃圾都丢在那边，啊，乱丢。我说你怎么可以乱丢垃圾？因为她是老太太，我敢讲。如果她是很壮的时候，我可能就不敢。如果像丽安这样子壮壮的，我就不敢讲。现在也是这样子啊，想怎么样是怎么样。那教会的基督徒，我们现在基督徒是不是这样子？牧师讲了，要彼此相爱，不要论断别人。但是也不一定会想听，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这个国家，最后上帝出手了。但那些出手还分两段式，第一个先让北国灭亡，被抓走。上帝其实是给南国一个机会，悔改的一个机会。兄弟姐妹，这是一段血淋淋的人性的战争啊！其实刚刚牧师讲那个什么？外面抽烟、垃圾，很多事情，其实这个是血淋淋的人性的战争啊！不是他们会，只是用另外一种事情的呈现。我们与恶的距离都很近，我们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都会有那种血淋淋的征战。但对于我们有信仰来讲，是一个光明与黑暗的征战。第5节到第6节讲到以色列，他们不听从上帝的话。他们的下场。第5节说：“你以眼泪当食物给他们吃，量出满碗的眼泪给他们喝。你使邻邦因我们纷争，我们的仇敌彼此戏笑。”当战争，当人在落魄的时候，哭求无门的时候，真的就会掉眼泪。那眼泪会流到我们的嘴巴里面去。
所以上帝的子民就能走到凄惨，那么凄惨，那么凄惨。最主要原因是他们离开上帝，他们没有求耶和华上帝的帮助。弟兄姐妹，在如今复杂的时代里面，我们更需要上帝的救赎啊！牧师知道，在场的还有很多弟兄姐妹，你还没有信耶稣。因为我现在过得好好的，我们现在过得好好的，牧师之前也过得好好的，但是在座你我们都有一段受上帝救赎的一个故事。但是当你到信仰群体里面，不是就没事了。我们也看到现在教会的情况，让我们非常的担忧。第一个，教会也受社会的影响，有成功神学思想策略进入到我们教会。我们有过度的将上帝当作什么有求必应的祝福啊！其实一边民间信仰都我去拜拜，要那个神明祝福你，其实这个也是一个贪婪啊！为什么那个神明一定要祝福你？所以我们也把上帝当作一般的神明一样，我来敬拜你，我这样你就一定要祝福我。第二，教会如同俱乐部一样，有活动有玩的时候，哇，来的很多，而且常常是一种消费者的一个心态。第三种的教会就是内聚的教会，以家族派系为主体。外人很难融入这个教会，为什么？因为他们说这个是我们的教会。请问弟兄姐妹，教会是谁的？是上帝的教会。刚台语堂的时候很美，很美什么？这边几乎有6排，这边6排是我们社区的银发族乡亲，他们来早上跟我们做礼拜，他们献诗。耶稣说他期待的就是圈外的羊跟圈内的羊怎么合为一体啊？但是我们让他们这样子，特别一个时间礼拜天跑来，其实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啊，不是那么容易，而是因为他们在社区的这个时间点，他们真的经历了我们的弟兄姐妹对他们的爱，他们才愿意这样走进来。这些世俗化的价值观的现象，如果教会越来越严重，教会就会渐渐成为社会，教会自然而然就会转头离开救赎的上帝。我们知道很多欧洲的国家的教会后来变成什么？咖啡厅。当离开上帝的时候，牧师在讲台上讲的真理，彼此相爱、相包容、扶持的教导，就没有人爱听。大家一样会讲，将耳朵关起来，耳朵关起来。结果就在教会里面渐渐产生人与人彼此之间的纷争、意见冲突，甚至有的人怎么样？你做完礼拜就走了，他不想跟人打招呼。还有的人是就不来教会了。其实这是我们这几十年我们基督长老教会，我们很多教会的一个现况。感谢主。建仁教会在这几十年来，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以及我们的长子长辈们，我们一起愿意有一颗愿意听上帝的话的耳朵，愿意悔改的一个心，以至于让我们能够让耶稣进到我们的里面。刚讲说的信仰团体的危机，就好像诗篇80篇的背景一样。我们知道以色列的最后是怎么样？其实最后不管北部或者是北国或南国都被掳了。当教会这样子的时候，就像刚牧师讲的，欧洲的教会关掉。教会不是不会关掉，教会不是不会关掉。我们都知道危机出现在哪里？危机的起源，不管是我们家庭里面的危机、夫妻彼此的危机、家庭的危机，以及我们教会的危机，甚至是社会国家的危机，都来自于哪里？外部吗？其实都不是。你看现在台湾最大的危机是什么？就是政党恶斗嘛，族群的问题嘛。家庭里面的危机常常是什么？不会可能是外面什么小三小四老王进来，不是啊，都不是。牧师处理那么多告别式的时候，是血淋淋的，他碰到什么？
争财产的问题啊。所以牧师只要听到有长辈过世之前就开始，牧师就开始，我就武装起来，要警醒，因为这个当中会发生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发生。信仰团体最大的危机，信仰危机就是从人心的贪婪开始。在这资讯流通快速的年代，人常常不小心就受今生的骄傲、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所遮盖啊。因为贫富差距太大了，我们现在贫富差距很大，所以我刚刚讲，每一个人其实与恶的距离都很近。为什么他有我没有？其实不容易耶。其实牧师也会嘞。还有你知道吗？牧师住这边，我们来这边已经8年了哈。我常常在顶楼哈，晒太阳，然后观看旁边哦。你知道这8年盖了好多大楼，你知道吗？因为往火车站这边移动。哦，还有现在有什么双子星是不是？哦，也要盖起来啊。前面这边盖了一栋，就把那个星光三月挡住了，站前星光夜挡住了。然后这边呢，开始你看这边又盖一栋。怎么那么多栋都没有我的？啊，我们人其实常常眼睛被盖住，但是不是真正的眼睛被盖，是属灵的眼睛被盖住。所以这个是在讲灵性上面，我们常常，所以你灵性眼睛被盖住，我们个人就会行我自己看为对的事，我爱做的事，我将良心放在一边，我就不相信诈骗的那些人没有好人，没有人一开始就想诈骗，没有人一开始就想偷东西。牧师之前有问过嘛？小时候有偷过爸爸妈妈钱的举手？哦，还蛮多。我们家以前做生意哈，我都趁爸爸妈妈不在的时候，抽屉里面偷几块钱，然后跑去看漫画，哦，都会那个啊。在信仰上面，我们常常不小心会变成宗教的外表，我们好像是你在哪里聚会？建成教会，我们常常挂名的基督徒。因为我们对这世界的需要，对这世界的惊慌不安、担心，怎么赢过上帝的审判跟爱的诫命啊？我们反而比较在意、害怕的是这个世界，而不是上帝。意思是说，我们对看不到的上帝，我们不是那么了解，我们不怕他，以至于当然我们不知道怎么样依靠他。反转我们受外在的这些五花八门的金银财宝啦、地位啦、名声啦，这些世俗所吸引。我们甚至对遇到的困难、困苦感到惊慌的时候，我们寻找其他解决的方式。我们没有求耶和华上帝帮助我们，上帝都在等我们，但是我们都没有求他。这是如今基督徒在信仰上面遇到很大的一个盲点跟困境。我们双脚踩2只船啊，我们也要世界，也要这个信仰。这个信仰很美啊，但是我也很爱世界。我们也常常以自我为中心，而且我们说的比做的多啊。我们说的比做的多。我们再来看经文3节到4节，牧师来读。上帝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就会得救。第4节，耶和华万军之上帝啊，你因你百姓的祷告发怒，要到几时呢？世人知道以色列这个国家已经陷入了罪恶的中间，他们敬拜偶像，他们没有存谦卑的心，行公义，好怜悯，他们早就得罪了上帝。但是世人说，上帝啊，你对他们的处罚可不可以停止啊？不要太久。世人知道如今他们是没办法靠自己来扭转整个局势，只有呼求上帝的帮助，呼求万军之耶和华的帮助。我们从第3节到第4节，我们可以知道这个诗人他很迫切的祷告，因为诗人看到了一点点的盼望，就是说他知道上帝是审
那个是公义审判的上帝，但是他知道上帝也是怜悯人，愿意帮助我们的上帝。所以上帝求什么？我们看第3节，来，第3节，上帝啊，求你使我们回转。我们本来离开上帝，求上帝使我们回转。但是我们刚刚讲了，车子开之后，如果你自己不想回转，就会越开越远。但是以色列百姓，他们有没有办法回转？没办法回转，为什么？因为当人没有病识感的时候，当人陷入罪恶越深的时候，他其实好像掉入万丈深渊，他其实没有自己的力量爬出来。牧师讲一个例子，之前可能有听过。我以前在上班，有个同事，业绩很好，也很有才华，但是他常常1个礼拜出现2天、4天不见。他那4天，我们就去找他，敲门进去，桌上全部都是竹叶青。他酒精中毒啊，他已经控制不了自己啊，他常常跟客户已经约好了，要签约的时间了，他人不在啊，他不在，他没办法靠自己啊。以色列他们那时候就这样子啊，所以诗人说：“求你使我们可以回转，因为求你上帝，你帮助我们回转。”我们看到第7节的时候，本来是上帝啊，诗人说：“上帝是万军是上帝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就会得救。”诗人越来越迫切，越迫切。其实我们都知道，上帝如同妈妈一样。很多人一生气就离家出走，但是妈妈，今天母亲节，的确是妈妈都在等他，就像我们的上帝一样。我们的上帝就像福音书里面的浪子一样，是浪子离开啊，那个爸爸永远都在。是以色列，上帝看为好走要栽种的那个葡萄树，他们不断一次又一次绝情离弃上帝。弟兄姐妹，牧师不是在讲他们哦，牧师在讲我们啊。我们常常在生活的当中一次又一次离开我们的上帝，因为我们没有遵守上帝爱的诫命。我们也常常以为没有人，我们去做上帝不喜悦我们做的事。而且上帝要我们做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担心。那我如果怎么样了？我如果奉献了，那我的生活、我的房贷、我的小孩子要怎么办？我们很多的担心，我们很多的担心。在这边，诗人很迫切、很谦卑的祈求，在上帝在他的怜悯当中，救赎以色列，给以色列什么？一个恩典。你看，诗人，你给他一个恩典，就是让以色列有一个奇迹出现，赐给他们一个悔改的心啊。弟兄姐妹，要恩典的出现，其实我们要常常有一个悔改的心。我们要在每一天你要睡觉之前，牧师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针对今天整天，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悔改的心，求上帝怜悯，求上帝给我们一个恩典。当人有一个悔改的心的时候，他就会开始省察自己。有一个悔改的心，他就会可以省察自己。当我们会省察自己，代表我们有病识感啊。当我们有病识感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生命就会得到救赎啊。今天是母亲节特别的主日，牧师也在此祝福啊，后面的妈妈，后面的妈妈，前面有一个哈，前面一个哈，然后还有前面未来可能会当妈妈的，母亲节快乐。那么常常有主的恩典与你们同在。大家都知道，这2、3个礼拜牧师非常的忙碌，牧师讲2个见证，就来结束今天的礼拜。第一个见证是我们有社区。礼拜1的时候，下午，中午，上午是歌唱班，就是今天县市的歌唱班；下午是那个健康操，那中午的时候吃饭前，牧师都会有个心灵鸡汤，讲完之后，牧师就上楼上去吃饭。那下面就开始，突然电话就来了，叫牧师赶快下去，
有一个长辈在做运动，突然就晕倒了。新会长老处理得很快，就赶快叫救护车，然后牧师就跟着上救护车，就把这个长辈送到马街急诊。一到马街的时候，那个急诊的都很凶了哈。家属！我说我不是他家属，我是牧师。牧师，这个只有马街才通而已，马街这牧师比较好。牧师，很凶，你们理解，因为他们真的是很忙，然后这个要缴费，我说我没有带钱了，没关系，之后再缴，再缴。好，就在这个时候的时候，这个长辈那个19推荐的长辈突然吐了，暴吐，是暴吐不是吐很少，是暴吐了整个脸。19那个大哥赶快去拿那个一个塑胶袋，牧师也赶快去拿那个，然后也开始帮他擦，然后他一直叫，还帮他擦，后来就送那个照超音波，核磁共振，那敬会长老他们也来了，然后送他照核磁共振的时候又吐，又照又吐，然后我们本来要进去的时候，他说你们不要进来，我想他们可能知道，反正一定会吐，照核磁共振 X 光，后来赶快联络他的家人，然后他的家人联络不到，联络到孙子，来已经很晚了，然后后来，在急救的当中也是一样，又发生这个事情了。家属呢，我们就说没有家属，那你是谁？另外一个长辈，我是他朋友，签，叫他签，签要干嘛？那个核磁共振你要签呐，核磁共振你要签，刚才签，就是很忙乱。后来这个长辈就送到淡水马街，然后医生跟我们讲，你们处理得很好，你们如果让他自己那个在家里面早就走了。后来是中风，脑血管那个那我们也一直祷告，感谢主，他听说昨天出院了，有人出院。另外一个是金秀姐，这边大家认识了几手，大部分都认识了哈。我们教了一个长辈，其实很爱主也参加圣歌队，然后他们一辈子应该都在我们建成其实身体都常常有一些状况了有些状况，但是说我们复活节的时候，圣歌队聚餐的时候，他还有跟我们去。昨天博远的爸爸讲到这一段了，快哭了因为他变成是跟我们吃的最后一餐了，吃的最后一餐因为每一年的复活节他都想请客，我们圣歌队的那个爱餐都他请的然后他其实比刚刚讲那个急救这个早进去住几天。所以那天牧师去急救完之后，敬会长老来了之后，我就交给他们，我就上楼上去看静秀姐然后他那时候其实心里面就是他自己有感觉，但是牧师就鼓励他们然后那个时候就跟他聊了2个多小时，这当中牧师也去了好几次，直到最后这几次也都碰到他儿子，他儿子说：“牧师。”我们去急诊的时候，看那么多个人，然后我妈妈竟然还有床位，而且我妈妈只要住双人病房或单人房她很快就想出院。我说为什么？她想帮我们省钱。然后我们这次住了3人病房，3人病房，他们这住3人病房，而且靠窗户的我想妈妈应该会健康出院。你知道牧师怎么回答？牧师跟他讲，就是这个今天的主题，求上帝帮助。其实每一次在面对家属并住院的家属，其实牧师觉得都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有时候觉得，上帝啊，我们不懂，这个没认识你的社区的这个长辈，你就救活了。为什么我们自己教会里面，我们的姐妹，你没有救活她？牧师也想到约翰福音3章16节，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独一的爱子赏赐给我们，让信他的人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啊！
当我们用永生盼望来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那么难过了。我想上帝透过社区的长辈，我想这个事件也影响了很多的长辈，他们感觉到教会好有爱哦。牧师刚刚讲到，他第二天到淡水马街嘛，到淡水的马街，敬会长老还是又去看他。他其实我们可以不用再那么去看他，交给他的孩子就好了。但是我们本着基督的爱，我们行出来，社区他们就会慢慢看到，教会是怎么样，从我们的身上认识耶稣。那进修姐呢，我们很难过。上个礼拜1到礼拜4，他都会好好的，等到礼拜5就突然转化。我们很不舍。但是我们知道，上帝息了他世间的劳苦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到世上，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要到天家。但是在还没添加之前，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责任跟使命。也很谢谢敬拜团今天选了这个诗歌。当我们面对苦难、面对诱惑的时候，我们要呼求阿爸父来帮助我们。我们呼求上帝帮助我们，上帝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远离那个凶恶与试探。我们一起站立来唱这首回应诗。主，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主，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主，我们是属你的子民，求赐下父神的心。我们要回转向你父神，也要看见复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里，不闭着眼看着恶垂听，佛主的名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着你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也要来这样的祷告，上帝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回转。当我们回转的时候，你会像母亲一样抱着我们，你抱着我们，我们的内心就得着了安慰跟盼望。主，是的，在这个世界充满了诱惑，充满了许许多多的攻击跟征战。主，当然，但是我们依然要恳求主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随时穿上军装，穿上耶稣的爱，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手言，我们的手行，让人认出来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愿我主耶稣基督的爱，天父上帝的怜悯，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哈利路亚。
值得的自由。嘿，大声说，拿不走，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每样走回家，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每天都说，哈利路亚哦。大声一点，我们带着主的力量向前走。更大声，我们全副军装往前走，去传扬他的福音。大声说，拿不走，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每样走回家，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每天都说什么？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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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哈利路亚！我们一起跟所有的母亲节说：呀，感谢主，哈利路亚！